3月11号，伫台南大湾北的染艺生活与世对话开展。伫今仔日开始到3月23号，伫6楼的活动中心，欢迎市民朋友会当利用时间做伙到现场感受一个台湾起年阴历居家中的工艺新风貌。现场嘛透过精彩舞蹈表演来为活动游开视目。我们发现在台南或者是台湾其他的各个县市，多元族群都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特色。不管是500年或者是几千年前，从中原一路到中国大陆西南东南沿海，然后再迁徙到台湾，这整个的移民过程，我想都是各个不同的族群大家所经历过的一个共同历史。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展现上面，客家虽然在台南是比较陌生的，但是我们愿意借由我们一些民间好朋友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协助呢，我们大力的来推广属于客家方面的一些文化特色。透过办理活动，各类的课程来制作出无同的纪念商品，并在2017年开始登记执行劳动部培力就业计划，让青少年当投入纪念，各自发挥专长，并创立品牌，让纪念增加经济未来性。我当年还是新兵对这个产业完全不熟悉。那当年那个钱福教授，他刚刚退伍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中卫发展中心呢做一个也是辅导产业的工作，他就执行了一个新埔镇的一个辅导的案子，特展的辅导案子，他就诚如他的名字，一夫当关，万夫莫敌拼命，非常的拼命那他就把我们新埔的产业全盘的了解，各个业者都了解了。这摆展览是免费开放的方式，现场展出真侪纪念的居家生活用品，欢迎民众会当伫3月23号进前做伙来感受一个无同款的年夜生活。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